各位敬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甲引带，互咱可会当伫主日的早起时做伙组织来敬拜伊。伫咱要开始领受伊的话进前，咱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的上帝，我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是出自你的恩典，出自你对阮的疼，愿会当常常来到你面前，甲你相亲近。主，阮即时要做伙来看你的话，也对你的话伫着提醒甲帮赞，根据你的信心，甲阮三个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阮通明白你所要对阮讲的，也有气力，通将你对阮讲的话，伫阮的生活，伫阮的生命内底行出来，通归因讲伫你。将下面的时间交伫你的手，根据你引带带领，赐福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关怀主日，咱们特别要做伙来关心西罗亚诗班因的事工。西罗亚这个名是出自约翰福音第9章的一个事哈。西罗亚这3字的意思就是奉差遣，互上帝差遣出去的意思。所以西罗亚诗班这个由视众朋友所组成的诗班，因着愿意互上帝差遣到大家所在去。通过诗歌，通过生命的见证，来分享上帝的疼甲恩典。最近这几天，西罗亚因服侍的重点放伫各所在的家乐，我们会当通过将福音的分享、诗歌的分享，将福音的信息带到这个较方便、较感觉那像无愿望的所在。通过安尼，我们会当帮助伫内面遮个人会当得到生命的愿望。咱知视众朋友，因伫生活内底有侪无方便和受限制，要组成一个团队，更加搁较是无简单。因为咱知一般的合唱团拢会有一个指挥，但是视众朋友因为因的限制，因无法度看指挥，所以彼此中间迄款的默契，就要用搁较侪时间来练习来配合。视众朋友因嘛无法度看谱，无法度看歌词。所以因的献诗，就要甲全部的歌词旋律拢背起来，所以因要用搁较侪时间来付出。总是我想每一位团员拢真愿意安尼来付出，因为因知因领受上帝恩典，也着将上帝恩典和搁较侪人来分享。视力还是讲目睭吼，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啦吼。因咱知影，咱对外界接收这信息内底，大概有超过80%是通过咱的目睭来接收，所以若是失明，对咱的生活、对咱各方面拢有真大的无方便。相反，咱属灵的生命的目睭是毋是健康，这嘛真重要。咱是毋是属灵的眼光，会当看见主耶稣爱咱看见的事？什么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的眼光？什么是每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的人真正爱用心去看见的代志？咱接下来就要通过主耶稣所讲，咱拄则所读的2段经文，耶稣所讲的2个譬喻，咱做伙来思考这个真重要的问题。第一个譬喻是绵羊甲山羊的譬喻，这个譬喻是关系最后的审判的一个标准。这个譬喻伫马太福音25章。所以咱通知，伊的背景是伫耶稣服侍的生涯的上界尾段。马太福音到28章就结束，所以25章已经是耶稣服侍的上界尾段。而这真重要的阶段，耶稣用这个譬喻来提醒所有军队伊的人、军队伊的门徒，要安怎会当成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军队者。这个譬喻一开始有讲到绵羊。绵羊咱较常看到哈，伊通常是白色的，当然无拄全部拢是白色，但是大部分拢是白色。伊比山羊搁较有价值，因为绵羊伊毛会当做真好的利用。绵羊一般来讲也较温顺，所以耶稣伫即个譬喻内底，伊用绵羊内底譬喻讲，遐愿意顺服伊的教导，愿意去看别人的欠缺甲需要。来用实际的行动来关心因，这款的门徒，耶稣用绵羊来譬喻因。耶稣伫这段内底有讲到，咱拄则所读的，耶稣讲伊枵、伊喙焦、伊四界流浪、伊赤身裸体、伊破病、伊坐监。耶稣所讲的这几项代志，
拢是当时社会内底上介弱势的人，因每一日咧拄着的代志。即群人会当讲是上介需要帮助的人。耶稣甲咱提醒，要会当承受上帝所为伊备办的国度的人，就是爱会当看见这个人的需要，看见这上介弱势的人因的欠缺，像是嘛愿意有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因，即款的人才通承受上帝的国度。含绵羊倒边的就是咱看到的这个山羊。山羊一般来讲，通常是乌色的较济，伊日时会含绵羊做伙去食草，但是山羊因为伊的毛较短，较会惊寒吼，所以伫暗时的时，山羊就爱入来到室内，安尼较袂去互寒着。所以到暗时的时，即个雇羊的人会将山羊和绵羊来做一个分开，即个就是咱即个譬如的一个背景。耶稣伫遮用山羊来譬如讲，将眼光放伫家己身躯顶，袂晓去看到微细的人的需要，即款的人。耶稣伊嘛佫讲，即款的人无法度承受上帝国，因为即款的人因并无真正认捌上帝的恩典。咱咧看即个譬如的时，我想咱爱真细致吼，因为即个譬如内底讲到两种羊，绵羊和山羊。伊其实拢是已经受竞选，拢是已经跟对耶稣的人。但是咱注意，这两种无共的人，因对待弱势的人的态度无共款，所以直到因最后生命的结局嘛无共款。所以我想，这个譬如要真做咱已经真做基督徒的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认捌上帝了后，咱的生命是毋是有带出一个实际的行动？咱的信仰是毋是互咱的生命真做愿意行动的一个生命？我想这是咱通过这个譬如，咱当深深来思考的。主耶稣伊的服侍，毋是干那伫最后这个阶段，伊才注重这个弱势的人。耶稣伊服侍的一开始，伊有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内底，拍开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来读一段，咱做伙来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伊安尼讲：上帝的灵临到我，因为伊拣选我，爱我送向人传好消息，伊差遣我来宣告受掠的得讨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也宣告主拯救伊百姓的喜年。这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的18到19节。这是耶稣要开始伊的服侍进程，伊所读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真清楚来指出耶稣伊接续整个服侍的一个方向。这段内底，耶稣又讲到送向人，讲到受掠的，讲到失明的，讲到受欺压的。这些人嘛，拄拢是这个社会上上介弱势的人。耶稣伫这个世间的服侍，通讲对头到尾，伊拢选择甲上介弱势、上介需要的帮助的人做伙。伊真愿意因伸出关怀接纳伊哋的手，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咱会当看到耶稣含迄个来到井边要抢水的妇人人，耶稣关心伊，耶稣也接纳佮赦免迄位惊奸淫、互掠着的妇人人。耶稣竞选抽象的，抽象普通是无人愿意甲因做伙的人，耶稣竞选抽象的来成做伊的门徒。耶稣也医治有逐款病症的人，所以耶稣的服侍对圣经来看，一直是以弱势者为中心。我想这要真做咱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是咱的教会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的信仰、咱的服侍、咱的事工，是掠啥物会最中心？是掠咱家己的需要，也是会当去看见这有需要帮助的人因的欠缺。我想通过这个。譬如要真做咱真重要的提醒。第二，咱要来看向内，也是向外。伫最近，我也是有机会和久久无见面的朋友同学来见面。真侪人拢会甲我讲一句话，你敢知啥物话？讲最近看起来加真勇哦，吼！恁知即句啥物意思无？就是事实上，就是要讲大哭啦，吼，但是歹势讲勇较好听啦，吼。
你感觉用和大箍有差无？敢有无共款？咱大先来讲，因有共款的所在啦吼。你变蛹和变大箍，大概拢会看起来小可较大只小可吼。但是其实事实上，变大只，但是实际上是无共款吼。蛹是你吸收的可能足济，但是你嘛有付出，有锻炼，所以你的身躯会足结实吼，迄叫做蛹吼。咱举一个例啦吼，咱现在看到即个最近上新闻的馆长吼，伊就是足大张但是迄是足蛹足结实吼。大箍无啥共款，大箍可能是吸收的足济，但是拢无伫消耗，无伫付出吼，所以就一直累积，就会变大箍。性命，咱的性命嘛共款，咱的灵命到底是臃肿还是真大箍？这真重要的关键是在于咱是毋是将咱所学习、咱所领受对上帝来稳定，愿意分享出去。你若愿意分享出去，那你的灵命是成做一个臃肿的灵命。若无，干那领受，干那学真济，吸收真济，那呢咱反省，咱的性命有当时可能会成做一个真大箍的性命。耶稣用财主和猎杀路，咱今日所读的第二个譬如，在提醒所有的门徒，什么才是健康甲合上帝心意的性命态度。所以咱嘛要通过这个譬如，咱做伙来思考，反省看卖，咱的性命到底是真勇还是真大箍？这个譬如内底一开始有讲到一个财主，这个财主伊过什么款的生活圣经有写了真清楚。伊讲每一日拢吃花宴乐，穿真水的衫，食真好的物件，每一日拢有真好的享受。伊对猎杀路有看，咱像无看共款。圣经讲猎杀路每一日互人扛来放伫伊的门骹口，放伫伊的桌仔边。但是财主敢有真正看见猎杀路？伊可能是视而不见啦，哈。伫伊面前总是无真正看见，无真正了解伊的需要，无真正付出关心来知影要安怎帮助伊。这是财主的生活。咱若注意看经文真讽刺的一件代志。财主一直到什么时阵才真正看到猎杀路？咱来看圣经，财主已经死，落到这个阴间，猎杀路嘛死，去到天顶，上帝为伊备办的所在。圣经讲到这个时阵，财主才真正看到猎杀路，看出来猎杀路吼。但是敢会赴？圣经讲。时机已经过因为到这个时阵，你已经无法度去付出什么行动来成做伊的帮助，为时已晚啦真可惜，掠杀路每一日伫财主的身躯边，财主有做机会，通对伊伸出帮助的手，但是真可惜，财主一直到最后，一直无看见伊，一直到落阴间才看见掠杀路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含财主倒边的，就是主耶稣伊性命的惊罪。主耶稣伊的性命含财主完全无共款，伊世界去服侍，居无定所，无通有徛起的所在。伊也真愿意为着所有的人来献上伊家己，行牺牲奉献的道路。伊也毋捌求家己的利益，伊总是尽力来分享上帝的恩典。所以咱看圣经内面，耶稣行过侪新约，敢有倒一个新约，耶稣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来行的？无咱若上这看，无有一个新约，耶稣是为着家己的好处来行的新约。耶稣伊服侍的过程内面，伊总是完全为着这需要的人来服侍，为着所有需要的人来付出。所以耶稣通过这个譬如，得甲咱做一个真重要的提醒。真实的信仰是爱愿意伫别人的需要顶面来付出行动。这个财主真可惜，伊有能力，伊有做机会会当安尼做，总是伊无安尼做，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抵到伊失去迄个机会。咱若对经文的描述，咱来看，这个财主伊毋那是失去一个做好代志的机会那点，伊其实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律法、上帝的命令内面，真清楚地讲，
爱关心对这有需要的人付出行动，这是明明写伫上帝律法内面。所以财主伊无安尼做的是，也直到失去上帝最的祝福，直到失落上帝的恩典。所以咱咧看这经文的时，嘛，就爱真做咱一个真好真重要的提醒。真正的信仰，就爱用行动去实践。伫雅各书第2章的15节到17节有一段咱真熟的经文，伊安尼讲：恁中间有兄弟还是姊妹无通穿、无通食，恁煞对因讲平安平安，愿恁穿会少、食会饱，却无提供因所需要的，那安尼有啥物路用？同款信心若无有行为，就是死的。我想这段经文真清楚、真直接甲咱讲。信心一定要配合咱的行动，一个信心若无行动，那就无影响力，袂当成做其他人的祝福甲帮助。接下来我要举一个例来看，一个真正用伊的行动来实践伊的信仰的一个真好的例。咱敢知这个人是啥物人？咱应该看得出来，伊真出名德蕾莎修女我小可来介绍伊一生所做真侪代志，咱会当小可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用行动在实践信仰的人？德蕾莎修女伊伫1910年的8月26日出世，所以伊的生日伫几日前，咱今日30几日前是伊的生日所以咱侪人可能会收到一个Facebook 啦还是咱内底有一个短文在介绍德蕾莎修女一生互人真怀念的代志伊真细汉就立志要成做一个修女，要服侍上帝、服侍正人。伊18岁时已经是一个修女，伊就受派到印度这个所在来服侍遐个人伊去到遐了，伊发现当地有一个真严重的情形，就是足侪人经济做歹无人照顾，甚至讲伫迄个濒死的边缘要死，无人通照顾所以伫1952年、1952年，伊42岁时，伊就创立一个机构，叫做垂死者之家，要死的人的一处因专门在做啥物代志？就是收容甲照顾遐个互人放杀这个囡仔，还是遐特别死无人通照顾的这个老人，这拢是伫因的社会内底上较低贱、上较弱势的人。伊的事工就影响当时的社会，带来真大一个影响力所以伫1979年伊算起来是69岁时，伊就受人提名最后嘛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伊得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和平奖的时，就爱去领奖咱知迄是一个做盛大的场合，下面的人。顶悬颁奖下较侪人来宾拢是啥物人？拢是有头有面有名声有地位的人因穿的衫啥物款？应该拢真袂歹的衫，真正式的衫啦但是德蕾莎修女伊去领这个奖的时，伊行上台顶，大家看到伊穿一领衫，真旧真普通真破迄领衫价值1块的美金，等于30块的台票咱会问讲，德蕾莎咱换一领较正式的衫安尼无较好为什么？因为伊只有迄领衫，伊无其他的衫伊在服侍其他这善良人，服侍这有需要的人，伊嘛是穿这领衫，伊无其他的衫，所以伊就只好穿迄领衫去领这个奖。颁奖了后，下暗拢有一个晚宴会款待这得奖的人下面做伙食饭当德蕾莎修女伊知影讲。下暗这顿拢开7000块的美金，换咱的台票才得20几万伊知影讲这顿饭爱开7000块的美金，要请135个人这得奖的人会当做伙食饭伊马上提出一个要求，这个主办单位提出一个要求，取消这个暗顿，从这个钱互我会当来帮助善良人伊讲恁7000块款待135个人食一顿。这个钱若互我会当伫印度这个所在，互15000人食饱一工。所以德蕾莎修女伫遮尔重要的场合，伊无袂记得，伊真正挂心的，伊真正要服侍的，就是这善良的人。所以伊最后也将伊的奖金
摕出来帮助这善香的人，甚至将伊的奖牌卖掉换钱来帮助这送香的人。这就是德蕾莎修女伊用伊的实际行动在回应伊的信仰，回应伊对上帝所领受到的恩典，用这款真实际行动来帮助当地的人。伊这款的行动当然感动真侪人，号召真侪人来加入伊的行动。所以伫隔年1980年的时候做一个统计，全世界有超过600个机构在做这款的代志。所有的同工有差不多14万人所以带出真大影响力，为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带来真大一个影响力。伊伫1997年来死去伊的祖国是伫马其顿迄阵就有一个讨论讲，到底是要互德蕾莎修女等于埋葬伫马其顿伊的祖国，还是要甲伊埋葬伫印度最后决定是留伫印度因为伊的一生的时间、一生的快乐，拢贡献互这印度这个所在。所以印度这个国家也为伊来举办这个国葬国葬非常的慎重，非常的尊重伊所付出，伊为印度的人所做的一切。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就爱亲像安尼，当将咱的信仰化作真正行动。诚做这个世界，诚做更较侪有需要的人的帮助。安尼，咱的信仰、咱的性命，才通诚做有影响力的性命。最后，咱要做伙来思考，什么是教会本质甲使命。蔡牧师伫讲道内面，几若甲咱提醒，教会毋是即间看会到的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互上帝拣选、领受上帝恩典的人的组织。咱的组织叫做教会。但是咱嘛毋通袂记得，咱毋是简单领受上帝恩典而定，咱嘛领受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去和别人分享。教会毋是要简单伫咱家己的这个范围内底，咱在享受上帝恩典，咱在做做的代志而定。咱会记得，教会永远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爱行出去，为着这还未认捌上帝的人，为着这做真弱势需要帮助的人来服务，这才是教会存在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咱的少年教会其实也参与伫侪社会福利的事工顶面，希望通过这事工，通过这参与，会当诚做有欠缺和弱势者的帮助，诚做因的支持。比如讲，咱有急难救助、急难的救助，真正拄到困难，会当通过咱教会来得到淡薄的帮助。做弱势的教会团体、福利团体，会当通过咱的教会，互因一撮支持，互因的事工会当较顺利来推动。总是我也深深知，咱的教会搁哪做，永远拢无够业，也无有对一日咱会当做甲完全。所以要请咱各位兄弟，当继续关心支持，咱教会所推动逐款的福音、福利这个事工，当通过这个事工，咱会当诚做搁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教会是上帝所呼召一群人的组织，所以教会就毋是俱乐部，毋是简单为着要满足什么人的需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互上帝所拣选甲呼召的。所以第一要紧，就是咱爱满足上帝的心意，互上帝来欢喜。安尼，咱要来看，什么是上帝爱咱做，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一段咱真实的经文。伫旧约的先知书米迦书6章的第6到第8节，伊安尼讲：我应该带什么礼物来敬上帝？我应该怎样来敬拜天顶的上帝？我带上较好的洗只牛仔来做烧化祭献互伊嘛。上主会欢喜我献上正清洁的公羊，还是真济的油嘛？伊会欢喜我献大囝来替我赎罪嘛？毋是，上主已经指示咱什么是好，伊要求的是行公义，实行不变的听，谦卑跟对咱的上帝，甲伊三甲同行。米迦书这段经文咱真熟，互咱真清楚的一个提醒，为着弱势者，为着这有需要的人来行公义，关心因的需要，关心因的欠缺，用实际行动来帮助因。这才是会当诚做下上帝心意的一件事。
所以拍开咱的目睭，看见咱四周围这个人的欠缺需要，我想这是咱行动的第一步。咱若无看见，咱就无法度行动。所以通过今日的分享，望咱兄弟姊妹，咱会当学习，咱做伙来看咱四周围这需要帮助的人，因的欠缺是甚物，咱会当为因来做甚物。西罗亚合唱团西罗亚诗班成立到今年是第31年。因是一群肉体目睭无介方便的视障朋友所组成的。但是因愿意用心灵的目睭，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见这个社会需要，也愿意通过咱教会对因的支持、对因的帮助，互因会当用行动行出去，到每一个有需要的所在去见证、甲分享上帝的听。所以愿咱也做伙会当来关心、支持西罗亚诗班因的事工。我也要问咱是毋是有看见？有侪人伫等待咱伸出扶持的手，互咱会当做伙来关心支持逐款的福音的事工，特别是西罗亚诗班因的事工，为因来奉献，为因来祈祷，会当通过因的服侍，成做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常常通过你的话来成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全恳求你。时时甲阮三个伫地，阮听你的话了后，也有气力将你的话实践出来。互阮的信仰毋是单单停伫阮的头壳内面，毋是单单伫知影的这个程度。阮的信仰要化作实际行动，关心阮四周围这有需要的人，来帮助因，来将福音好的消息带到因的生命内底，成做因的祝福。主恳求你，亲自来引带带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也因带领阮的教会，成做一个你所欢喜、你所祝福、你所使用的教会，互阮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